在个新闻要来关心天气的变化，甲空气的品质，先来关心天气的变化。为今仔日中昼进前，各地天气算是真平稳、真稳定。要过过到了，风头面的分量就增加，北部、东北部天气就开始转凉冷。北部呢，高温有可能降到23，花莲、台东地区差不多25度、26度，全台低温差不多拢是16到19度。暗时开始，东北风会阁愈来愈透，东部甲东南部可能局部所在雨会较大。明仔载拜六是这波冷空气上冷上强的时阵，北部、东北部的气温敢若剩16到17度，高温呢差不多20到22度，大概后礼拜一，这个温度才会提升。台北透早天气真好，老师带小朋友到公园做伙来散步。不过过昼就会开始变天，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温度比前一天降1度到2度，尤其风头面阁会落雨。在东部、东南部地区，容易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；西半部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。自拜五暗时到拜六透早，东部地区的雨真大，中南部山区嘛有机会落雨。不过因为天气相对稳定，不过扩散条件无好，嘛予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真歹。通远以南拢是红海等级，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。拜六虽然范围较小，不过南部地区也是红海。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，要到后礼拜一才会较回。那这波东北季风预计在周日之后就会减弱。周一受到东北季风的减弱的影响，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。那后续一直到下周四、下周五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温暖的天气形态。后礼拜到拜五进前拢是相对稳定的天气，中南部加加山区的有零散啊雨，要是无解决水情的效果。若是想要天公伯啊落雨，就要搁等。